要看新潮这第二届清华大学艺术节，今年的活动非常特别，行出校园哦，邀请200多位2岁到80岁新的市民做伙来创作。发挥创意，把地毯变做艺术品，内底有针对原住民学生的多庭作品，还有囡仔摕宝可梦、佚佗物仔来打。有人用新的在地名产米粉来创作。非常困难的地方就是因为它是油桶是滑的，颜色很难上去，画了2个礼拜都还没有干。每个人都非常有创意，而且这种精神真的是非常值得鼓励的。这个米粉哦，就是南新的米粉做的，跟台湾跟新竹的特色是非常有。南新董事长送过来的时候是非常兴奋，新竹的整个代表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新竹的，也有这样子的小孩子的创作，是用他自己的玩具全部贴出来的作品。清华大学艺术节今年特别行出校园，邀请200外新的市民到场参与艺术创作。来参加的民众对2岁到87岁拢有，希望透过艺术，和学校甲地方有更加多的连接。每一个这个筒子呢，它都有在诉说他们心里的故事，所以从这些筒子里面可以看到每个人现在所面临的开心或是愉快，或者是困境的事情，让我们的这个艺术的种子能够在新竹市扎根，然后让大家都能够享有艺术美好的生活。清华大学艺术节今年有超过30场的音乐会，而且5月19校庆音乐会也是头一摆搬上国家音乐厅演出，邀请罗西亚指挥家甲清华乐团做伙表演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